大家有冇興趣好似盒馬咁開創海外市場，去澳大利亞市場呢？定係希望可以去澳大利亞做商業考察，深入了解當地嘅市場嘅潛力？盒馬嘅成功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。澳大利亞嘅市場可能就係你下一個機遇之地。要將產品賣去海外市場，其實真係唔容易。傳統嘅出海要花好多嘅錢，又或者要搞好多嘅手續，喺海外要開公司啦，搞運營團隊啦，而且要聘請專業嘅團隊做市場分析啦，深入做市場嘅調研啦，熟悉當地嘅法律環境啦，仲要搞物流同埋銷售網絡嘅團隊添。其實係咪好複雜呢？成個流程每一個月嘅開支其實最少不少於10萬嘅人民幣。而家一切都可以變得好簡單同埋快捷，只要你同我哋合作，我哋係可以提供一站式嘅海外擴展服務，唔需要你喺海外設立公司，唔需要你自己喺海外搭建公司，亦都唔需要你喺海外自建團隊，所有嘅事情都可以喺當地一次過完成。唔單止可以節省到高昂嘅海外團隊費用，仲可以更輕鬆去管理海外嘅業務。只要你同我哋合作，我哋就會令到你成本低，有高質量嘅海外擴展方案。而且我哋可以一齊同你合作，一齊努力，將你嘅產品推向更廣闊嘅國際市場，共創商業輝煌。如果你有興趣開拓市場嘅話，歡迎你私信我哋。